家财万贯，不如积业在身。金山银山，若是要食唔讨趁，嘛是会了会尽。学一项技术，至少食穿无问题。自此世界大战将近无到5年，因为雄雄增加200万的外来人口，台湾经历一段经济困难、物资欠缺的年代。迄时阵的台湾家庭，普遍囡仔拢生济个，为着减轻负担，真济囡仔国民学校毕业了后，无继续读册，去学师啊。学师啊，3年4个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。晚困早起床，本业工课爱做爱学，甲师傅娘啊买菜、带囡仔、扫涂骹、洗碗池，无所不至做。轻脚马快以外，爱目头巧，因为功夫是看来，脚步跳来。迄阵社会上有一种看法，师傅拢会唱步，因为教做状元师啊会饿死师傅。其实咱安尼甲想，每一个人天资天分无同，骨力程度无同，每一个师傅总嘛是望牵巧一个功夫学有起、好品行的头脚师啊。一般师傅教功夫，头顶师傅教做人。有一寡组团技艺是只传自己，不传他人。譬如做茶，大多数拢是爸囝传承。师傅师啊，这款技艺传承学功夫的形式，伫台湾进行一段真长的时间。迄时阵的社会，粗工有人做，幼工有人学。好定着迄当时的经济奇迹，是因为各行各业拢有学着真功夫、少年辈的技艺者拍底，有实在基础，才有好的发展。功夫这个名词，伫人人读大学的现代社会，毋知有啥物新的意义无？